吹下死啊！吹下平啊！小龙凤的小龙龙啊，小龙儿，小蓉儿，哈哈，我主要是昨天给他取了一个那个医疗小站有想到是这个。有啊，我多少翕啊？迄间我开过几千个呢。还没有。还说那个要认那个嘉荣当那个干孙女，干孙干女儿啊！我说应该是孙女。倒给啊，你讲真倒给嘛，别让我做倒给，做啥。比我爸爸还高，太恐怖了。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又还不胖。